書名《陽光係幻覺》，第一章。陽光係假嘅，佢每日瞓醒，第一樣感受到嘅係光，唔係開燈嗰種光，而係暖暖地會滲入皮膚嗰種。但係呢度冇窗，佢瞓喺一張雪白冇折痕嘅床上面，房間好乾淨，一塵不染，乾淨到好似醫院咁。佢開始懷疑呢度光係陽光定係幻覺，而佢係咪真係清醒？每一日都有人送早餐嚟，熱辣辣，好好味，有人清潔，有人打理花園，但佢冇門匙，冇電話，冇任何連接外界嘅方法。佢係一個安排咗一切好有生活節奏嘅地方生存，但冇自由。呢度有個男主人，佢係呢度一切嘅控制者。每一次佢情緒崩潰，想反抗，佢就會變得好極端，語氣好冷，好凍。但係當傷痛過後，佢就會用好溫柔嘅聲線同你講：你唔識照顧自己，我就係想你好啫。佢唔知邊個先係真實嘅佢。呢一章講完啦，希望你今晚帶住呢一段幻想靜靜入睡。歡迎你下次再返到嚟午夜故事室。晚安，世界好大。